家有抓准路边的电箱无过电，专想要拍开当做除仔来使用，结果煞误着电，规身躯30%烧烫伤。中央政府总预算拖200多天了后，今仔日总算要复位审查，对永泰也承诺下晡就会处理718亿的新兴预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1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台南新兴国小，今仔日点外时传出爆炸的声音，这警消人员去到现场，结果发现是一个家友呢，抓准是这活动中心外口的电箱无过电，所以专想要用这通用的锁匙甲拍互开，当作是家己的除仔来使用，结果煞去误着电，规身躯有30%的烧烫伤，加在这人是无安怎。台南区新兴国小一透早电梯、电路门拢未叮当，连办公室嘛拢无电。校方原本想讲跳电，赶紧请台电人员到场抢修。这电箱拍开，内底竟然互人放真侪过节的纸箱甲大细胞粪扫，哪像当作家己厝内仓库。原来是昨校外高压电箱爆炸，是这堆物件引起的，嘛造成学校大停电，有一个查甫人当场送医。第一名男子将私人物品放置于高压变电箱内。在整理时不慎触碰，但未影响学校供电，令学校高压变电箱所被敲开毁损部分，校方暂不提告。那我们以湿传单覆盖之后呢，经评估之后生命真相稳定，那就后送成大医院。这场意外发生在2半暝1点外，新兴路甲下林路路口，有骑机车路过民众看到电箱咧着火，一个查甫人身躯顶嘛着火，家衫脱掉要逃生。根据了解，这个51岁姓黄的查甫人，伫校园附近行来行去真侪冬，当期甲垃圾米等入去校园，这回用轻的方式甲粪扫等入去变电箱，没想到熊熊碰到高压电，引起着火。维修人员讲，电箱锁头为了方便抢修。是采用通用型的锁匙，没想到这个查甫人伊家己偷开，造成保险丝速度。那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我们甚至就是把这个东西都拆，就是舞台也都拆除。之后他就是还是陆续的再把这些垃圾还是塞到别的地方去。那今天最恐怖的事情，他已经把它塞到我们的高压电箱子，它是通用的。哦，是通用的，所以你如果有一把通用钥匙，几乎就可以打开了。救护人员到场时，黄姓男子家己咧淋水降温，伊规身躯有30%的极度烧烫伤，紧急送去新台病院抢救，加在人暂时无生命危险。那校方无奈讲，捌讲过真侪届，请伊甲乌白炖的物件清咧，即回煞大打开高压电箱。台电人员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拍开，也是去望外箱，惊有漏电的风险，千万唔通摕性命讲生笑。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这中华新港大东国小附近，前2日是发生这轿车弄到电火条的意外，规支电火条是安尼断做2节，轿车的车头嘛密密麻麻，加在这车顶2个大人甲5个月红仔呢是干那轻伤尔尔。台电这方面是表示讲弄断去的是第4台的电火条，并无造成停电的影响，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紧去处理。轿车原本好好驶伫路的，唔知影什么原因，却熊熊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代志就发生伫这个月19，中华新港的大东国小头前，车祸弄甲真大力，规支电火条当场断做2节。救护车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救援，加在车顶一对翁某加5个月大翁仔，拢只是轻伤。到现场的时候，现场患者状况皆轻伤，表示有疼痛。经评估外伤，我们是做初步的外部神经学检查，经检查后颈椎经无压痛情形。那患者共有3名，分别1男1女及1个婴儿。警方表示，姓周的驾驶当时在红赛甲5个月大翁仔，经过新港乡中心路7段，车辆凶凶失控，弄到路边的电火条，造成电火条断去，轿车的车头嘛弄甲密密麻麻，驾驶97.10，初步研判可能是因为细心才会发生车祸。周姓小姐驾驶自小客车自撞路边电杆，电杆断裂，已经通知台电来维修了。周姓驾驶经酒测值是0，自撞电杆的原因经查，可能是因为驾驶一时恍神。台电调查指出，轰动断去的是第4台的电火条，并无造成失电影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警察也提醒民众，驶车一定要专心，落实防御驾驶的观念，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咱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呢拖200多天了后，即马朝野总算同意，今仔日要互护卫审查。倒用态度了，呼吁赶紧审以外，伊也承诺今仔日下晡就会处理718亿的新兴预算，互中央甲地方拢会当陆续来运用。经过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同意，行政院长杜英台21赴国会报告备询后，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就会当护卫审查。杜英台表示，会用上大的诚意来做，期待立法院赶紧审查权力。经过了200多天的延宕，第一个希望能够速审、尽速的审议；第二个，尤其在面对最近这种中东情势，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能够合理的宽列。不过，续落来进入实质审查，在野党早就传好咧等啊。国民党团锁定媒体宣传会顶，民众党团是对照监察院预算，强调会监院的立场。对军人加薪、有警消人员退休金等预算，半年来敢会有行政院的版本？那也要求杜院长爱伫现场回应。你们修法的现在的未来的考量是什么？政府过去到现在对军公教的这个福利待遇，从来不会不予考量，而且非常重视。不能说是不多，但是应该还有更可以加强的地方。针对718亿的新兴预算的这一包，那民进党团提出来的解方，就是立法院必须承诺在审查预算的时候不得删减。今天就会马上处理这个，今天就可以718亿，对，动之，今天就开始。地人事案的强局是包括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甲中选会等机构。杜英台表示，下晡提名3个中选会委员，嘛希望立院会当加速审查。日前第10会后，北京提出对台10大政策，上总邀集产业界，呼吁政府爱正视。杜英台是回应所有涉台措施应该以公权力做协商基础，嘛表示政府已经做好准备，用友善、公开、诚意的态度，愿意主动邀请对方协商。政府也会跟业者与人民站在一起，一致行动，共同呼吁，中共要扬弃，这个对台统战分化的政治操作。你们有致电给商总的成员？他没有回我电话，但是他应该知道，我们只有关怀支持，没有所谓施压。传出陆委会预算同款嘛，互南亚锁定台检。邱瑞正表示，虽然资源无大，不过陆委会、海基会的同仁拢积极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因为对业者和人民的守护，大家应该拢看得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开始的普发现金1万块呢，是当领到今年的4月底。也毋过高雄警方又搁抓到一个诈骗集团，伊是骗人讲这1万已经互偷领去，要求民众就爱提供口罩，结果煞有人互拐370万去。目前包括着这姓杨杨的这个主嫌在内，拢总是有8个人已经移送街仔头地检署侦办。这个是客人用完的黑莓卡。看到警察找上门，诈骗集团的嫌犯一项甲物件来源交代清楚。高雄警方对去年11月开始，就小刷接到有不法分子利用政府普发1万的名义来诈骗，其中一件是用老步数，先假做邮局的人打电话通知民众1万互偷领去，落尾就换假警察甲检察官来通知口罩冻结，爱民众提供小哥也是金融卡，买手钱就互领了。警方表示，高雄地区至少有3名受害者。那其中一名最高的诈欺的金额是376万左右。那他被诈骗的名义一样是相同，就是有电话不明的电话打来说，他的普发现金的1万可能被其他人领走了。其中一位民众为着1万块，落尾煞互拐走370多万。警方追查发现，姓杨的主嫌伫咧网络平台看广告，以一个问高4000块的价销去甲人买电话卡，甚至佫甲脑筋动到偌1亿元的身上，出关价去买近台湾的电话卡。警方表示，甲电话卡卖人做歹代志嘛是共犯，包括姓杨的主嫌在内，也佫有偌1亿元甲学生，拢总8个人拢按照加重诈欺罪嫌，移送桥仔头地检署侦办。要以人头的门号来躲避这个追查，所以他可能会去跟这些刚进来的这些移工或者是学生就是境外的学生来购买这些信卡。桥仔头地检署表示，姓杨的主嫌因为涉嫌重大，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警方强调，普发1万领到4月底，公部门绝对袂用电话爱民众提供口罩、小哥也是转销。民众若是接到可疑电话，一定要先卡165查证，唔通戆戆啊照做。记者郭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
讲到这诈骗的手路，即马线顶呢是有真侪人讲家己是专家，还是讲在地农民用真俗的介绍骗你来买果子。这种诈骗呢，无边来讲是会创一个注文的网址，叫你爱填寡资料，骗你来写这个验证的号码。提醒大家，这来路不明的网址呢，千万唔通乌白点，才袂互人甲怪去。摕长丝来学，夹刀来切，影片内底一粒一粒水个青的裤内架，互人看甲嘴烂，强要滴落来。大部分民众讲，家己是在地台南人，代代毕业咧种裤内架，一箱5斤卖150块，要买的人家己加好友就会当注文。因为台南大内是台湾上大的裤内架产地，咱实际甲影片摕来去问农会甲农民，大家一看到这款介绍甲数量，拢讲哪有可能？批发价大概伫个台斤伫100至110块啊。所以你讲网络上30块，这我看不出来啊。其实有一些早生种，就是它，就是花开的比较早，是少量啊。可是那个你要是还是要针对那个个别农友，他有自己有在那个直接栽培，然后去购买。其实那个量都几箱而已，不太可能有市面上说什么。大出的那个问题，因为台湾的裤内架7月才会开始大出，这阵大卖介绍一斤上少嘛爱100块，大文顶悬一斤才30块尔，农民认为是骗人的，根本无可能有这款介绍。对此，台南市警方也证实，这是最近定都出现的诈骗手路，因伫顶个月底就要接到民众来报案，想要到这2天又搁出现啊。卖家出示超商寄货系统交易失败截图，谎称民众因为通过实名认证导致订单被锁定。连带卖家账户内的新台币50万余也遭到冻结等话术，远警听闻后告知此为诈骗，因而成功拦阻诈骗。警方表示，除了裤内以外，进前慢慢用别啦蒜头的名义来拐钱，亲像这款用网址骗人落订注文，然后爱民众甲验证号码，天直咧转销金价的方式，是这阵诈骗集团上爱用的手路。提醒民众一定要细致，连结唔通乌白点，才袂受骗了钱。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另外，这宜兰所谓警方呢是接到情报，讲有一个70岁姓林的主嫌涉嫌伫滨海公路的一搭主体呢，以这家庭代工的方式，家己来做这双尸分段。这警方闪过监视器了后，有成功入去抓人，查到毒品等等的证物。即马专案是照制造第2级的毒品顶罪来甲上班。霹雳所做请规组的装备对门甲弄入去，因为宜兰总为滨海公路，一大边提起哦，检警掌握到以家庭代工的方式，私下制作人咧讲的送死烟弹的依托米质混油弹，对外咧贩卖。这些日出来嫌犯是走袂去啊！警察大声喊卖动，根据警方掌握，这暗姓林的主嫌透过空芳买到依托米质油混的原料，使用简单的化学设备加上化学药剂，调做依托米质混油，而且为着闪避警方的追查，搁伫厝外设几啊10组的监视器。姓林的嫌犯一家人到尾也是逃袂过法网。警方伫厝内查扣到依托米质原料粉4.8公克，原油成品58.1公克的证物。现场查获第1、2级毒品依托米质原料粉及成品化学器具1批等证物。姓林的嫌犯讲，做毒品的方法是伊家己查网络，佮问朋友家己试出来的。制毒期间大约只有几个月，到底偌侪毒品流入市面，检警也搁咧调查。专案警方以制造第2级毒品顶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活动来看，这大甲妈了境进香活动呢，今仔日是第4天。早起是伫嘉义新港的奉天宫来举办上界重要的祝寿的典礼，现场是有上万人来参加，照这鼓励叩首，要做伙来祈求妈祖保庇国泰平安、风调雨顺，同时嘛替信众消灾解厄。了境进香祝寿大典。开始。2是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第4天，拜2早起8点的时，祝寿大典伫嘉义新港奉天宫正式起鼓。庙埕头前有9万信众来祝贺，现场闹彩彩。那今年大甲妈起价有超过60万人来参加，嘛创6年来上悬的纪录。团体归，以这正双手合掌。恭祝平常心要先来分手。那大甲妈祝寿大典是一摆9暝8天进香活动上重要仪式，在地头人甲9万信众做3叩首的鼓励。那祝妈祖圣诞千秋，嘛要祈求天上神庙保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嘛替信众消灾解厄。这仪式除了有宗教意义，嘛有安大人心的作用，但年拢有人为国外专工来参加。来自海内外全国各地善男信女一同在敲手。另外，大家嘛按算伫礼拜回銮登去到定南宫，完成全长340多公里的绕境活动。那大家嘛做绕境进香，第2008年嘛，互台中市文资处登录做民俗来保存，嘛互文化部指定做重要的民俗。记者高正阳、王志光综合报道。伫台东伫本来2月底呢，才拄撞到火灾尔，无想到昨又搁倒起来。这消防是加调水车去现场拍火。另外一方面嘛，因为这县府最近呢是伫当地咧做这排水的工程，互当地水源根本就流袂掉，这嘛搁再引起生态危机。黑暗当中，大片的南仔地互火烧甲红红，行wat去一个看，路边的草埔一搭刷过一搭，直直拖去，互人看到真惊吓。台东县的知本南仔地今年2月底才拄发生一场大火灾，结果4月20又搁熊熊倒起来，就连太麻里都看会到。江岸前面这一块没有燃烧，它距离后面诈骗人头的位置大概2到3条水带啦。大火烧超过3公顷，互消防人员真无用，佮加上当地欠水，水灵车的水险啊无够，增加拍火的难度，也互火势直直扩大。台东消防局赶紧加派水车去救援。这不到20啊，没关系，等一下水会过来。知本消防分队表示，20暗时差不多10点外，已经完全甲火拍花，也毋过占地差不多300公顷的知本南仔地，2月底也捌发生大火灾。迄当阵生态技工估计，烧的面积有来到75公顷。大火过了，保育类的梯家数量明显下降，黄莺也飞走去。短短2个月左右，又搁拄到大火灾，生态环境发出警讯。这个是比3年前的还要多，大概1倍。3年前大概是42公顷。台湾话梅、黄鹂跟环境雉的声音都还是有，只是不确定他们的食物会不会暂时性的有，一些缺乏。这阵啊，台东县府伫南仔地进行排水的工程，也毋过环保团体观察，整治了后，布花江源水袂搁再流过南仔地。逐摆大火烧的毋若是土地，搁较是生态甲管理之间也未透开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中是因为去年逼出这非洲猪这疫情，目前是规定这油喷2号打了后，就要全部拢车去烧。也毋过伫台中北屯区呢，所有民众发现这环保局的喷射车是直接甲这离过喷水安尼并入排水沟。环保局是表示讲，这是队员伊个人的行为，今仔日已经有登去现场消毒，而且也会甲队员处分。台中市环保局的喷射车停伫咧这台空地啊，咧放垃圾的喷水。收水都全部倒在这边，太夸张！就是这台车，规涂骹的垃圾喷水实在是足歹味，这环境嘛足垃圾，民众就爱对方甲遮清清的，毋过清刷了后，这味嘛是搁足重的。20暗时6点，台中市环保局的喷射车伫北屯区这台空地啊，甲垃圾喷水就摆高里，全部拢去互民众看到。是黄黄的水渍嘛，因为那边平常我们搬过来说很干嘛，所以那边是干的嘛，所以其实上就是它就是在撸嘛。那因为我觉得怪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拿水，你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去弄它，可是就是地板上它就是在刮水沟在清理嘛。环保局赶紧派人到现场来清消，依照正常的程序来处理。若喷射车污水槽满，人员应该爱先把车辆开去驱队。甲污水甲卸掉了后，才会使搁继续去收喷射。毋过这台车负责的人无依照规定处理，家己甲污水排入去到沟里，这是个人的行为，会依照规定将严来处分。在垃圾压缩的时候，就会产生汤汤水水的污水。那时候在垃圾车污水槽里面产生的污水，那他应该回来区队做请到，那队员却便宜行事，把这一道手续忘了。把它请到在我们那个水沟里面。因为台中市伫去年才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市府讲，这个行为已经影响到环境卫生，已经严重违反环保局队员工作的规则。除了对驾驶也有水车人员会记过来处分，另外嘛依照废清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款，后续嘛继续加强训练甲监督。记者综合报道。
这中国6个配偶若准换做台湾人，安尼只要满10天的时间，就会使来做台湾的公务人员。最近是有人是考调这健保署的公务员的资格，健保署是表示讲袂互伊去处理机密的资料。另外，这李金秀呢已经互民众党甲开除啊，伊即嘛已经申请假处分，要保伊立委的位。最近这中会考调健保署正做第一例，也引起外界对治安甲民间资料接触的记录。经纪两花条例第21条，中会入职满10年应参加公职考试，但请公告人员甲公营事业机关员工也应登记参选。健保署证实，这中会伫3月底分发到健保署进行实务训练，目前还未提留正式公职人员任用资格，也要看下机密资料核心系统。那目前他还在实务训练期间，其实还没有取得正式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不涉及机敏资料的系统。那该名人员他其实不会接触到我们的全民投保跟就医的资料。健保署强调，无论当人身份，拢严格管理个资权限，确保个人健康、自身安全。同款受关注的一个前民众党立委李正秀，被开除党籍的风波是愈来愈厉害。李正秀19日直播内底提出文件，表明已经顺政治法院长王金平模式，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假处分，佮强调家己议员有30天的民众党申诉期限。离职的文件也还未签署。告了，这个就是循王金平模式，申请假处分。我一直讲嘛，是我的抢不走，不是我的留不住。我想他可能不是充分的理解什么叫做定暂时状态的处分啊。那他跟王金平的状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交给司法程序处理，完全不担心。就算李正秀已经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假处分，立报党籍地位的身份，暗过中选会15已经公告，由成大法律系教授考中新地保，立法院会伫2日举行宣誓就职证书，时间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马来西亚前一阵仔呢是抓到一个诈骗集团，这当中是有2个台湾人，上当有可能互人判10天，甚至搁来判鞭刑。讲到鞭刑，这也引起咱社会讨论，讲这台湾到底敢有需要用鞭刑来阻止犯罪？刑警到这边介护将人押解返来台湾，把有19名台湾人跨海到马来西亚，设立机帮诈骗，靠台马合作，专防遣返回国。咱国民众海外犯罪定有听到，当地台马警方高破晓早起几点抓到有台湾人涉案，综合当地媒体报道，涉案的不法集团伫面册开假口子，装作客户人员诈骗。台马警方在此展开查缉，抓到11名嫌犯，其中包含2名台湾人，并且总检调局甲原因法条强调，犯罪者面临相关10年的有期徒刑之外，也恐惊搁受鞭刑处罚。通常会关系到这个鞭刑的，比如讲有这个强奸罪行啊、贩毒啊、绑架、贪污啊，都会被鞭了。鞭刑还算是高的，因为像我说，有些他们就是会政府想要达到这一个组合的作用。按照马来西亚法律，当地职业律师点出，涉及谋杀、贪污、诈欺、性犯罪、甲掠人讨钱等罪名，犯刑属于重大犯罪。50岁以下警方男性嫌犯，都可能另外封判鞭刑。专案有咱国民众涉入其中，咱国刑事局回应，台湾人嫌犯身份甲案情拢也咧查证。鞭刑公投遏阻犯罪。鞭刑议题不时伫台湾引起讨论，那伫公共政治网络参与平台，有人提案引进鞭刑制度作为附加刑，处罚部分重大犯罪行为。当日也有立委有意推动鞭刑公投，也毋过台款会提出无同的看法。我们就先不要讨论人权，我们甚至先看它的效果。大家很不要想说一打就会怕，其实一定是不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到了。就是你可能是犯罪者的时候，其实你会因为有鞭刑就不犯罪吗？其实不见得。面对国内犯罪，敢是爱用动刑方法，修法特地鞭刑处罚，社会有正反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科技界的大公司苹果呢，才拄满50天，不过即马煞传出这65岁的执行长库克，做到今年9月就要落任啊。新的执行长是会交付有25档这工作经验的副总裁特纳斯来接手。根据了解，就是因为这苹果公司呢，伫 AI 方面是无啥表现，所以这项人事变动也代表这苹果是有意思要拼转型。
苹果执行长库克伫2020年亲身到伫咧纽约第5大道的这间大店面，民众热烈欢迎。库克伫2011年自 Jobs 的手头甲苹果接落来，花差不多15年的时间，推动多元化的服务，打造 iPhone 生态系，成功推动 Apple Watch、AirPods， 也阁有 Apple TV Plus 等等热门的产品，互服务的业务正做苹果第2大收入的来源。伊嘛带公司度过疫情、美中贸易战甲关税战。库克带头的苹果股价起1932%，比标普500指数起的504%更较侪，市值对15当前的3000亿美金，甲单已经4条了。Isn't it great? We've democratized film, and so you can make an entire movie on an iPhone. As a matter of fact, our event to introduce the iPhone was filmed on an iPhone. 库克年代嘛是有失败记录，像讲开几啊10亿美金的自驾车计划，就失败来收煞。头壳挂的装置 Vision Pro 嘛是卖不出去。另外，即马是 AI 车屏的时代，苹果的卡手嘛真慢 ，Siri 转型无成功，就爱靠 Google 的技术来斗相共。外界就要讲，这是库克想要下任的一大原因。The new MacBook Pro is a combination of groundbreaking performance with amazing battery life, extraordinary display quality, and advanced connectivity. 今年50岁的新任执行长迪纳斯伫咧苹果有25年硬体，也阁有产品开发的资历，捌主导 iPad 也阁 AirPods 的开发，也阁有促成头一款平价 MacBook Neo。迪纳斯伫咧苹果关键的这一档，甲贷款降压落来，外界就推测伊上任了后上大性的任务，就是推出新款的 iPhone 对后的手机啊，也阁有甲 Siri 更新，嘛会摒势布局 AI， 互苹果公司继续冲。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去年11月底，在香港风福湾的大火灾，迄当阵是造成168个人死亡，也阁有79个人受伤。这也是香港数十年来上界严重的火灾之一。即马时间已经过5个月啊，受灾户是头一届总算会当回去厝里款物件。因為我預咗乜都冇啊嘛，就竟然俾我執得翻啊嘛，咁咪又開心啦。都冇晒，即係其實全部都係灰嚟嘅，翻去得翻平係啊。官方即届是開放到5月初4進前，或者受災戶登記。大概登記的限時是3點鐘，全部攏愛掛喙暗，而且也要穿這防護衫，因為呢也無電梯通好坐，所以有民間企業呢是熱心來提供這 AI 機器人的骹腿，或者民眾爬樓梯會當較省力的。另外，再来关心这極端氣候，在紐西蘭的首都威靈頓呢是發布大水和紅色警戒，當地即馬已經咧放山甲土石流啊，目前尚無是有一個人失蹤去，政府是宣布緊急狀態，也那地勢較低所在，這居民也趕緊撤離。紐西蘭北島有首都威靈頓，透暝落大雨過了，四界亂草草，市區的車輛互土石流沖歹去，擋土壁也互大水沖歹去，街仔路四界全土埋。威靈頓大部分地區20發布紅色大水雨警戒，市長宣布首都進入緊急狀態，呼籲地勢較低所在居民愛趕緊撤離。We know that some people have been evacuated. Council has set up an emergency assistance centre. So for the southern suburbs, this has been a pretty serious downfall of rain. 威靈頓地區對17開始出現極端的天氣，頂禮拜透暝落大雨，和市中心商業區甲南部的郊區做大水，崩山也閣有嚴重的土石流。1點鐘以來，落77毫米的雨量也創紀錄。威靈頓消防甲緊急救援部門表示，一暗就接到上無150通救助電話，崩山引起的震動，讓居民掠準時地動。The heavy rain came blowing through and it woke me up. Just the rain, and then there was like a gentle earthquake. Well, it wasn't an earthquake. It was the hillside coming down. I woke up this morning at 6 a.m. and looked outside, and there's like water everywhere. And I noticed like a car down the street's been all the water has gushed and shunted one of the cars into the other. 目前传出有一个60岁查甫人失联，警方当咧找人。威靈頓公共設施，包括大眾運輸、圖書館、公園，攏會關到4月21日。紐西蘭國家氣象中心指出，紐西蘭中部地區未來28點鐘，也會出現大水雨、雷公雨，也有透風。紐西蘭北島頂禮拜才拄到熱帶氣旋，帶來大風雨，而且造成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公司新聞景觀強編譯。
讲到这极端气候全球暖化，有天气的专家呢是表示讲，这中太平洋海水的温度是直直加悬，这个数字已经比平均要搁较起1度8啊。这美国是预测今年有可能会有超级圣婴的这个现象，全球极端天气的几率会变大，也若风台强度也会加较强，所以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透强风搁落大雨，35年来上强的4月风台森洛克，这个月14，升到美国伫个西太平洋属地，包括关岛、甲巴马利亚纳群岛、度假胜地塞班岛，搁是上热力的。强风甲大水雨引起严重的淹水。天气分析师指出，中太平洋海温一直加悬，比平均值已经悬出大约1.8度。若比较平均值超过2度以上，就符合超级圣婴的现象，会互发生极端天气的几率上升。以顶摆超级圣婴现象发生的2015年来看，全世界气温拢偏悬，常常出现大热天，而且因为海的温度若悬，会致使风台的强度嘛会较强。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第一个是说这个春雨的状况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可能这个气温会偏高。不过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在最近几年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的状况，因为台湾附近的海温也是有在偏高，就从台湾附近到日本这边的海温都有在比平均值来高的状况。分析师指出，目前台湾和日本海面的海温拢偏悬，需要继续监测极端天气有变严重的趋势。第二季天气的部分，到拜三拢也是相对稳定。拜四起，因为锋面慢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气温会渐渐下降。自下半天开始，天气会由北而南逐渐的转变，而且中部以北地区可能会开始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了。到了24号，锋面持续在通过台湾上空，全台各地都是容易有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天气。天气风险公司嘛提醒，目前的预报资料显示，这波的锋面地面风线结构清楚，对拜四中昼开始一直到拜四半暝，伫中北部一带要注意对流发展，可能会有落雨较大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伊朗即马又搁甲荷姆兹海峡甲关起来啊！美国半价呢是坐过起价，也若亚洲的股市这日韩呢是拢有起，也若台股今仔日早盘是搁较来到37757点。印太这六地库的执行长石板明夫，伊是表示讲，这台股伫全球的期待是排到第6名，看到台湾其实比外界想的还搁较有实力。因为中东战争好淡的进度，互外界看甲无啥啥。美股收盘大多数拢是收乌，干那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收红。若利益伫亚洲股市好亲像无受到影响，韩国起超过2%，日股伫咧59000点徛在，有机会挑战60000点。若台股早盘一开盘上悬来到37757点，起要800点。美伊这个中东战事的一个利空的一个钝化啦。那次要的原因来讲的话，则是美股的一个反弹走升来讲，主要是费半的一个带动。那加上台积电第一季的一个法说，其实缴出一个超强的一个业绩那也是带动这一波的一个指数一路往上攻。专家讲，拜二台股会使继续冲，主要是电子股，另外还有台积电所产生的相关的供应链。若台积电的股价今日开盘是2050块，盘中上悬2075块，起25块。不过其他的传统产业甲食品工业的族群表现就较软正。专家提醒，因为目前台股伫咧4月较大。已经起要6000点，年线的乖离较大，就要注意底线有起较济，会救到转来的风险。印太战略地库执行长石板明夫发文讲，台股伫咧全球的市值排第6，比英国、加拿大拢佫较好，代表台湾比真侪人想的佫较有实力，咱嘛佫较值得有自信。若经济部认为，即马 AI 风咧吹，台股的总市值已经冲到4.14亿美金，显示国际资金继续甲台湾看正有。基本面强劲，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但是呢，台湾的股市就是建立在 AI 跟半导体高度集中优势，能否呢在未来培养出第二具成长引擎并且深化资本市场。虽然伊朗伫咧9月封锁荷姆兹海峡，也毋过台塑海运下底超大型原油轮、军舰轮已经通过荷姆兹海峡，预计5月初到会到袂了港，会使互台湾目前欠油货续800亩的问题留消透。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的护卫舰雷和是软过大海来参与美国甲菲律宾伫南海的演习，这个动作煞互中国是气甲安尼噗噗着，随派因的辽宁号驶过咱大海。也那咱国军呢是来公开这监控的影像，这个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包括着这大海、黄海、东海，也有南海，伊讲咱所掌握着这个资讯，全部拢会甲国际友伴斗阵来分享。大海情势相关，中共航艦遼寧號23號附近穿過大海，中軍也公布加大鳥在陸頭，國軍公開空中翕相，嚴密監控遼寧號也整合共機14隻，其中11隻戰至北部、西南、東部空域，結合共艦7隻，國務準1隻出現在大海。外界解讀，中共反制日本護衛艦雷號進行通過大海，加美菲喺南海舉行警民間演習。不止台海周邊嘛，對於所有我們相關的包括黃海、東海、南海這些，我們都會持續運用我們的相關的聯合情報所在，以及我們多元情報來源，以及跟友盟國家分享情報。伊強調會繼續關注遼寧號後續動向，學者觀察，中共最後是咧展現軍事力量，強化印太地區周邊國家釋出政治信號，加緊民間演習的表場。那他刻意放幾架在上面的話，多多少少我覺得也許是有示威的意味存在。作戰的時候，他是完全不可能從台灣海峽經過，他一定得要那個繞一個大道，他必須從宮古或者是從巴士海峽通過，那個到這個西菲律賓海部署，那這樣才可能對這個台灣東部造成威脅，或者是拒止美軍。面對中共反大野心，駐英國代表姚金雄受邀參加英國國會國家安全戰略聯席委員會，喺現場提出台灣全民安全指引，分享台灣安怎建立全社會防衛準則。The country has been defeated or the government has surrendered is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or fake news. Do not believe this information. 伊強調要提高自我防衛能力，透過協助促進和平，指出台灣國防預算喺今年達到佔 GDP 3%以上，2030年目標達成佔 GDP 5%。韓國國防特別條例目前要卡在立法院。郭立雄表示，特別條例唔但包含軍國，也有威脅，相關呼籲中央共同支持。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馬航部的前同事孫楚全呢，伊是互人指控，因為欠錢有8屆，攏是用這手機來轉翕馬航部作戰計劃等等機密的資料，互人不法所得是有67000通箍。即馬台灣高等法院佇審理了後，是照這違背職務受賄罪來甲判刑12冬，褫奪公權6冬，專案要通上訴。法警佇邊仔介護，方提訊到法庭。規喙手的孫楚全，捌是馬航部的中士，即馬說加入強諜的風波，涉嫌泄露軍事機密，檢方甲起訴，求刑12冬。經過高院審理了後，2月依照貪污的違背職務收烏西錢，重判12年。有泄露情報嗎？親身伫現場聽判決的伊，因為看網絡直播看甲真痴迷，無少大家甲伊欠的錢攏總開了，佮找地下錢莊來借錢，敢若為着要寄付互直播主，互直播主歡喜。因為債務抑個貸款的問題，互伊實在是袂喘氣。網友佮甲牽據落難，聲伊用手機翕軍方非常機密的資料，佮包括馬航部的作戰計劃，前後8擺賺67000多塊。對於外離島來看，其實都是包含本島其實都是它滲透的必要性。共軍對於這個外離島部分先做所謂的滲透，那後續做所謂的這個登陸奪島的話，我想對於本島的這個威脅，它是具備的。判決內底特別講到，中共想要改變兩岸現狀，透過內神通外鬼、虛的甲實的做伙來這款的方式，危害我國的主權。向尊孫主權是現役的軍人，對着國家有忠誠的義務，說是破壞軍人的目的，危害國家安全。全案已進入司法程序，相關案情不予評論。面對中共的滲透攻勢，將持續教育官兵辨識滲透態樣，鼓勵檢舉不法為常。即馬國內特不時就傳出軍人牽涉強諜的案件，進前檢察院嘛以偏航部一個姓蔡的上司，佇網絡頂敲找借錢的資訊，去予中共迄邊的人利用等等案件糾正國防部。面對中共的滲透四過贏杯，國防部嘛回應，會繼續甲保防的教育做得好，賣強化機密資料的管理。記者綜合報道。
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伫台中呢，互人家喷咸石啊水，事后去查到这第6分局的分局长姓高去，互人记过去调职，而且函送法办。内政部长刘世峰伊是表示讲尊重警政署的做法，也那台中市长罗秀燕伊也讲这是警察纪律的问题。前民进党主席郭文德进前伫台中逢甲夜市去用喷咸姜水，毋过调查了后，所发现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无说理喷掉，事后去用记过处罚调职，佮函送法办，引起外界关注，处罚是毋是无合比例原则？他是一个勤务指挥官，所以我们认为他处置上面，不管是在时间上，或者是在处置的失当或失错上面呢，必须要接受惩处。那惩处的范围的话，那尊重警政署他们的良心。这个事件不只是一个乌龙事件，而且是警察纪律的问题。这位警察主管周局长哈，那在这个事发以后，那没有坦诚的说明警察局对他所做的处分。好，我可以理解。罗秀燕闹党话坦白讲，这是警察纪律的问题。如果分局长伫第一时间就承认，就免了这么侪人力佮物力，会当较紧查出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批评，民众党第一时间过头指控，伫遐车风压影。民众党本身存在着好像是只要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就要制造他们被执政党来给迫害。如果确定是乌龙，我想。民众党会有一些对外的一个回应。大家都小心谨慎，都是好事情，所以真相大白都可以了。就想说这件事情就把它翻页吧。那民众党议员参选人质疑这个分局长背后可能牵涉到派系背景。对着这廖世峰表示，无针对个别的参选人的讲法做出回应，重新尊重警政署的专业判断甲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这年底就要来拼选举啊，是嘛？各党派呢，拢已经开始咧备战。也毋过针对着这政治现金到底是要安怎使用，监察院是有开记者会提醒甲说明。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牵涉政治现金等案件，一审互法院判刑17年。台湾政治现金法已经施行22年，不过监察院表示，有关有真侪违法的状况，因得2日召开记者会，说明115年选举参与者有关政治现金要注意的代志，提醒要捐钱的个人、团体还是企业有总额的限制。政治现金专户除了要向监察院申请许可，针对缴付爱开收据，那有外国捐资金都是违法，要交予国库。捐赠者是有税负上的优惠哈，所以也请捐赠者。你捐的是政治现金，请你跟这个参选人也拿这个政治现金的一个收据的外入港澳支，请所有参选人注意，不可以返还，一定要缴库，否则会有刑责。那么，其余有查证到违法的情况，可以在申报截止日以前返还给捐赠者。有监察委员表示，监察院查政治现金无分党派，拢有照比例去查核，嘛提出因的观察。监委指出，台湾政治现金甲其他国家比起来相对公开，拢会当看到啥人捐钱捐偌济，除了可能会互摕来做比较，甚至去互中国利用做制裁的工具，恐惊会影响到未来政治现金的透明化。有境外势力，他也会针对政治现金的状况，比如说你特定的人士、企业，你捐赠给特定的政党。那他会秋后算账，那他甚至他会公开声明，他一定会对你采取一些相关的制裁的行动，那这个也不利于我们政治现金的制度，跟它的公开透明化。今麦各党派拢有针对年底的选战来备战。今年9合1选举投票的日期就定在11月28礼拜6，要选县市首长、县市议员，也有乡镇市长等等。监察院提醒，政治现金一定要合法使用，和竞选活动相关，袂使有盈利甲私人用途，避免违法。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农业部有来公布，这去年全台湾饲的这猫仔甲狗仔的数量，这狗仔大概是146万只，也那猫仔呢是174万只。甲2当前比起来，这狗仔是有较减，也那猫仔呢是增加的。这嘛是统计以来头一届，这猫仔济过狗仔。去年8月刚养。讲到饲猫仔的一寡代志，王小姐甲迄猫仔懒懒的个性抱伫怀中，也显得特别舒适。因为猫仔破病，伊甲男朋友特别为家人塞车到台北的动物病院就医，希望提供宝贝猫仔上好的医疗照顾。王小姐讲，猫仔无像狗，逐日拢需要带出去散步，对工作无用的因较适合。平常工作比较忙，猫的话，其实你有猫砂盆，然后它又比较能够自己独处。
就比较方便。我的话，因为我比较懒啊，我比较嫌麻烦啊。对，要遛狗，然后要带它出去上厕所啊什么，然后它自己厕所会自己解决啊。经济农业部上新发布2025年的全国家禽家鸟饲养数量的电话访问调查结果，掠算出家禽数大约146万只，比2023年大约148万只减少大约18000多只，减 1.2%。也毋过家鸟数超过174万只，比2年前大约131万只增加大约43万只，增加约3成3。先进国家也的确就是猫的数量会逐渐的比狗多。都市化的关系呢，它的这个空间，大家居住空间小，它在比相对小的环境，它容易适应。因为动保法已经在2年前公告将家鸟纳入通报登记对象，经过去年1年的完抢，今年开始正式执法。经济农业部统计，家鸟登记率2年之间已经增加8%。农业部也因应整个目前的一个趋势，那养猫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在前几年把猫纳入为登记的动物。大家比较关切，而且饲养数量也达到一定的一个规模，那也应该要纳管。另外，家禽管理上，农业部强调，狗母的绝育率是控制繁殖、减少流浪狗产生的关键指标。即摆维持较悬的比率，显示源头管理措施也是有发挥一定的成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民雄的王来有700多公顷，也毋过呢，因为拢无落雨，所以这王来袂大，也影响到4月的采收。目前这栽笋的面积差不多是有2成，农民是烦恼讲，若准这可花搁安尼继续落去，可能会造成搁较大的损失，所以望政府会当提供协助。原本应该爱大粒的王来，刷出现生长不良的状况。4月开始是嘉义县民雄王来开始采收的时间，不过王来田内底刷出现一寡袂大的王来。农民讲，因为天气无落雨的关系，致使着王来袂大。这拢听过采收啊啦，不过甲去年比起来的高粒差要2倍啦。收入看一粒用过一粒收起来偌济，即马一粒个月数啦，几箍银仔呀。这大概百姓嘛无爱。民雄乡公所伫4月初接到农民的定情了后，就邀请专家学者做伙到王来田来会勘，要来了解栽笋的情形甲原因。学者就指出，酷寒的天气对土壤造成影响，互谷粒无法度吸收营养，才产生王来发育不良的问题。差有9个月时间，拢是干旱，拢无雨水，所以造成伊迄个土拢硬壳壳，那石头咧，所以它吸收不到那个养分，所以造成讲它伊的成长变做较细安尼。农民指出，去年收成的王来一粒大约有3斤重，今年大部分拢无到2斤。若是继续无雨水，受影响的王来可能会愈来愈多。乡公所表示，会整理乡内的灾情，向相关单位来反映，希望协助农民争取灾害救助甲相关的补助资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这南部天气是真烧热，体感的温度呢，甚至是来到36度。伫咧小琉球在地，这坐乌托邦的业者，为着避免游客伫咧骑车的时，互这乌托邦椅去烫着，所以全拢甲掀开，这也引起民众的讨论。一排乌托邦的椅垫仔拢拍开，有的搁铺一层白色的垫仔。因为天气伤烧热，小琉球的机车业者惊坐乌托邦的游客坐起来去烫着，造成游客受伤。各间业者只要机车停伫外口的，就一定会甲椅垫仔掀起来，避免直接曝日降低温度。袂种啊，人家啊，你骑较袂烧啊。较袂烧哦，搁防止了啦吼。系啊。小琉球遮上热的时阵几度啊？拢30几40度。规排机车拢拍开椅垫仔，真侪小琉球当地机警。不过业者建议，若有私人的物件，人离开乌托邦就爱随身查咧。嘛有网友讲，会当放一条布仔伫车厢，若椅垫仔烧会当处理，拄着落雨嘛会当摕来拭。因为南部地区这2天日头足炎，游客到小琉球佚佗嘛是拢感觉烧热，为了规气酸水上的活动了后，就想要走转去饭店休困。就不要正夏天来，正夏天来好热。有以前有来夏天来过吗？对啊，就很那时候几乎都要。你去海里玩完之后，你就只想回民宿吹得很气，就不会想要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有没有看过他们这样把椅背那个掀起来这样子？很多都这样子。很多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子那个椅背就不会那么烫。根据气象署资料，一直到拜3前拢是出日头的好天。南部地区天气拜1、拜2 29到33度，体感温度上悬到36度。呼吁民众爱食补充水分，拜4锋面通过，才会变做乌阴会落雨的天气。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下晡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
早暗天气小可凉，日夜的温差较大。东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透早阁有局部较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甲金门有南山短暂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